在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事实上的大使馆后，中国外交部昨天宣布，中国已正式将其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别，以示抗议。中国批评立陶宛使用台湾代表处的名称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失误，但立陶宛挑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孤立台湾的压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8届突厥与国家合作委员会会后发布声明，改名为突厥国家组织。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包括土耳其、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阿塞拜疆。消息一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立刻发表社论指出，此举会激化民族主义冲突，相当危险，甚至企图分裂中国。苏丹调解人周日表示，在苏丹军事政变近1个月后，已经达成协议，让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重返岗位并释放文职官员。10月25日，军队首脑阿卜杜勒·法提赫·布尔汗将军通过逮捕几乎所有执政的平民官员，并宣布紧急状态，将苏丹带入新的不稳定中。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微博上发文指控前中共高官张高丽对其性侵之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中国官方又释放出彭帅周日参加活动的最新视频。白宫发言人指美国对事件深感关切，呼吁中国提供独立且可验证证据，交代彭帅下落及人身安全。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戈金在一档网络节目中说，俄方与美国方面已经同意联合探测金星。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在该国维拉克卢斯州截获2辆大型集装箱货车，并从这辆货车中解救了来自12个国家的600名移民。这批移民包括男性455人，女性145人，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南美洲。在这群移民中，还有儿童和孕妇。一个名叫关关的中国网民最近走访东突厥斯坦，实地勘察当地拘留营，并露脸拍视频做记录。20分钟的视频里，关关造访了8个城镇和18个设施，这些设施多半有铁丝网、守卫塔和高围墙等特征，多数地点在百度地图上也未有标志。部分设施的外墙上也出现劳动改造、文化改造等标语。此外，他的影片中也捕捉到不少设施的周围都设有多个监视摄像机。